最近有较无闲，毋过咧，甲阮翁的感情有较好。有可能是最近拢是地动，啊无就是英国女王过往的丧礼消息，就较近伫的嘛有，亲像讲桃园市长，或者是台北市长的去见市长的新闻消息，犹原嘛有，毋过比例减少，而且我的心态嘛有淡薄仔转变。我即马就想讲，若讲拢注定好好，安尼我若听到什物消息，就伫遐心肝丢一下，互影响，心伫遐震动，实在是足袂好诶。有可能呢，咱人生的一切拢是安排好势，咱是伫经过尔尔。做啥物代志，这代志有可能拢注定好诶，嘛有咱嘛捌经过这几项代志。毋过咱袂记啊，头脑内底可能想袂起来，这嘛有的确会安尼。所以讲，我即马就想讲，用这种理路来改变我家己，莫讲看到什物新闻，看到什物文章，看到什物记者怎讲，伫街仔头去访问什物人，甲选举有关系，我拢惊甲，我拢烦恼甲，我想是莫安尼。这原理咧，犹原是有效用，就是伫台语这件代嘛真效用。就是你若行伫街仔头，听别人拢无伫讲台语，就开始烦恼。就是做细汉的代，做幼路的代志，做看起来无啥物的代志，拢互咱家己做烦恼的。其实这袂久长，一个人的心情若安尼定定，这也惊，遐也惊，这嘛感觉无希望，遐嘛感觉讲足悲哀的。这哪会牵制？所以讲拜六顶礼拜六，犹原有即个世界论坛，台语世界论坛，伊犹原嘛，大家若台语人坐做伙，就开始会讲什物，即马台语环境啊，安怎讲安怎，拢是住倒位的拢无伫讲，顶一言的拢讲华语，这不是啊！若伫网络顶头，若是讲台语人斗阵做伙，有可能就是会交流这种台，拢是看起来较无希望，拢互人足烦恼的。当然有烦恼是有好处，这就亲像讲，民进党伊若讲，互大家伤过头乐观，讲未来就是绿色天下，安尼无人要去投票，可能伊就无就是甲这张票手头的这张票，手底这张票去投互别个小党。这民进党就会烦恼，所以讲伊嘛会毋望讲大家头壳内底有莫伤过头乐观，有一寡危机的烦恼，安尼较会讲，足拍拼这拼势来投票，
较白讲无要无紧。我想这台语即个工课嘛是安尼，有诶人就是真正有感慨，这是安怎？是时代真正有变化。毋过我自细汉就较罕，就是接触台语诶环境，其实就无遐简单。只不过是一寡媒体迄时阵可能台语诶人口游玩阁袂少，足侪人是无去学校去接受教育，因为咱即摆诶教育拢是华语诶教育，迄时阵我细汉诶时阵，逐家即个华语教育无介好势。即摆当然是愈来愈好势，变做野出台就真好用，逐家拢听有，逐家拢是共一套教育啊。这其实若无用一寡保育老实的角度去看，若无安尼看嘛，真正是足自然的现象。就亲像讲。早前朝日本统治台湾，有可能讲日文就是学这真有效。即摆当然就是社会上无人会伫遐一直讲日文。毋过就是讲，即个日本讲日文，日本阁游玩在安尼就无差。我想嘛，真侪人会讲你讲即个台语就福建话的这游玩有人伫讲，当然就是大家角度无共，就是话人的角度，就是要甲中文有一寡区别，莫若讲你学中国话去看中国字，就是讲加少拢会受到即个中国文化。中华思想的影响，因是要，这叫啥物？想要脱离甲搁较彻底。在我来讲，我就是想要去学一个，少年时代做查囡仔的时阵，有留一寡讲，因为。台语讲袂好势，互人死头路，有即种经验，所以讲我的心内嘛是有即个想要甲即个台语学好好的即个火种，我有。毋过我想讲，毋是逐个拢安尼，足侪人拢是，无即种因缘，对来讲就无差。而且叫大家遐侪岁阁遐尔无闲去学这学迄，这嘛真无简单。这需要足强的、足坚定的这个意志。所以讲做一项代志有足侪角度。毋过对我来讲，我即马想，这就是互我去思考这个人生。是一个帮站，就是讲，我要做的毋是即个台语的本身，即台语的本身有可能是对我来讲是无意义。这就亲像讲，即个同性恋即件代志，对倒一个人是有意义，其实无的确有意义。伊的意义伊的意义是伫倒位？是伫讲因为有这种经验，有这种身份，有这种做同志、做同性恋，也则是或者是讲台语这无人讲啊。即摆足少人讲做节目，就是有即种经验，
互咱体会讲，咱的人生到底是为着啥？咱即个世界，咱即个宇宙到底是啥？就举一个例，趁钱即件代志，趁钱即个本身是无意义，毋过就是我想要趁钱，这钱真好用。我若趁钱会当，有一个，互家己为着趁钱去做一项代志，大家拢会当理解，而且嘛是一种循环吼。若趁钱，若了钱，若开钱，是一种循环。袂像讲环境，就是一路互人迫害，袂讲，搁若去甲环境复兴，讲若迫害环境较无即种循环，是一直路行有一寡代志，就袂煞像台语共款，就是一路行。毋过这路行是互咱有一种体验，有一种经验。咱若用即种角度来看，就袂讲心淡寒。想讲即个趋势无想要承认，敢若会当怨叹，搁无啥物方法。当然嘛是有足侪人有想要拍拼做代志，家拍拼救，做偌济就算偌济。虽讲就是人就是无济啊，袂超过100个，除非就是讲考试考认证会当食头路，这大家可能兴趣就来啊。无人讲是若讲台语，我就来看变的。因颠倒嘛会看因有兴趣的，是欢喜嘛无要紧。这就是一种即马大家现象。这就是爱做恁真歹去想用家己想要爱做的家己想要家己的想法去想要去希望讲大家拢照做。这就袂煞讲，我若看政治啊，较我倒一党，我就希望讲，冤翁啊，这个台湾社会啊，拢照我的意志去轮转。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就是互我安尼伫遐物质，伫遐讲，敢若会当甲家己较歪的人去计较。毋过，就算是真歹的人，嘛有意见袂合的所在，这永远是无法度解决的问题。亲像嘛有共款较民进党的左侧王浩宇嘛是有为着讲去分享王浩宇的文章替即个政治力量共款的人家解除朋友，有缘嘛是有即种代志，所以讲这无法度解决咱家己的问题。上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去调整家己的想法，就是讲想要勉强这个世界咱的头壳内底可能有一张图这个图就是咱想讲是上好的未来的世界，是一个蓝图、青图。不离过就是若即个世界照咱的图去运作，有影真正真好，敢会？这就袂煞共产党因早前嘛是讲，若即个社会拢照共产党讲的伊就想象讲，这就是大家拢真好毋过真正即个图实现了变做讲，
其实是逐个拢做册吼进前想讲要互大家拢做要解决大家问题，变做讲无法度去过家己迄关吼，家己迄关就是讲，若我分配物件，我有即个权吼，嘛有即个力我就会忍袂牢吼，就是互家己过较好咧。别人吼，若讲因拢想法拢是袂晓想，我对因遐好，因嘛毋知影我若这嘛是比较诶。无我着对大家吼，阮即个共产诶，即个统治诶，这站吼，对因较好吼，大家讲好阮就是诚好。即个无资产诶人，有可能伊诶想法嘛足单纯诶，互因遐好，因嘛毋捌吼，而且嘛会替心歹去。有可能咱头壳内底有一张诚好诶图，真正对这图做去，牺牲即个世界吼，足侪不甘呢，不甲做凄惨了后，真正是嘛毋是诚好康诶代志，嘛毋是做平等诶代志。所以讲，我嘛袂使讲我头壳内底吼，都是一张图吼大家拢讲台语，大家拢投互民进党，这都是白沙共产党共款头壳内底迄张图。若讲无法度做就家己做人吼，就安尼就准拄煞。毋过若讲有人意志足坚定诶吼，嘛拄好有一寡资源互伊完成即张图吼，即世界教育诶图吼去实现，迄嘛会走进去。所以讲，我爱放弃我头壳内底有一张做吼。安怎讲？硬邦邦吼，即硬冰冰诶，即张图，讲爱照这图物件囥遮，囥遐，别人爱讲啥物话，这是即个乌托邦诶世界。毋过咱知影乌托邦实在是一个足恐怖诶，足恐怖诶代志。所以讲爱调整是，我这个人，用台语这就是互我做咧尔。我嘛无想讲要啥物，同性恋，这全世界拢同性恋，我嘛想讲这嘛无必要安尼。有可能这个台语就是爱较侪人讲你若讲较有利益这有可能是为着这个利益这个角度去看。若讲有一个人伊会晓物件少数中的少数，安尼大家嘛无想要，若无兴趣嘛袂讲所以咱会惊吓咱会惊吓，就是惊讲咱无对着即个社会，即个主要的社会即个潮流，无对着阵，无时行，这是咱人心内的一个恐怖。所以讲这有可能是大家拢淡薄为着家己的利益，当然无爱讲台语的人嘛是为着家己的利益，伊无想要搁去学一项，学这看起来嘛无法度讲，互伊感觉讲会当趁大钱，安尼伊就会感觉讲你莫安尼甲我逼这拢
其实安尼看来看去，嘛是一个人性的问题。所以讲，我嘛伫人性内底，我若即个无成功，做即个推广无成功，犹原是一种人性的问题。所以我若是徛伫讲体会、体谅、观察、了解人性即个角度，我是这尔的，就是爱看吼咱的角度是啥。我今仔日嘛有一个，我家己欠点的代志，就是伫群组看到一个，即个足热心的，而且佫是学生，足少年的，伊就是想要用台语来教英语。伊想讲英语啊，你去外口去学英文，爱了大钱，伊甲上好的教材用台语去讲，安尼就是互人想讲，为着要去做，为着要小小啊去学英文，伊愿意来听台语学台语。当然，伊即个角度就较矛盾，矛盾的原因是讲，若你是用啥的方式，用即个比去写你想要推广的 A， 你 A 甲 B 内底是袂当有互相排斥的就是即个界线的即种问题，就亲像讲有的人去讲一个故事，讲甲真好，毋过伊的目的是为着讲故事的即个语言台语，这故事是共声的。毋过故事甲这语言是会当讲无竞争的关系。毋过你就是因为即个比即个语言，你家己拢看伊无，拄仔好你会晓一个，大家看较重的 A 即个语言，安尼我讲，无我咧 A 半格就好，大台格，为着讲，互你学 B， 这就袂需要讲，定即个卖场啊。百货公司第一卖物件有一个较无销，为着甲较无销的即个库存甲伊清库存，为着要清，就去甲一个大家做爱买的物件就甲做伙斗阵卖，这当然大家变做有可能讲即个无销的即个货，有可能就是讲其实嘛袂歹哦，是一个机会，互大家介意。毋过这就是变做讲 A 即个货甲 B 即个货，因两个其实就是互相竞争的即个关系。嘛会当分一个关家的即个关系，所以讲这这嘛是会当看无共款的做法。有可能咱想讲又讲白成功，结果效果真好，安尼咱阁改喙啊，就亲像三星拄开始出来大家拢看伊无，讲这手机啊，这个荧幕遐大，甲砖仔共款，啥物人买用？想无，大家拢足介意的。即马三星阁变做讲会使甲即个手机仔拗的，阁会使甲伊挺好开。咱嘛想无讲啥物人遐够工，阁甲手机摕来安尼拗来拗去，有可能伊嘛有成功，伊若成功咱就紧对咧讲对啦，我就讲都毋免去怀疑啊。所以讲，这嘛犹原是讲咱的边仔去看，拢会
讲一寡漏水吼。啊，若人成功啊，就讲啊，佫有解喙啊。所以讲这嘛无啥物，讲家己吼较厉害啊，家己这嘛毋免去批评吼。过来吼，想要啊，就是甲即个人吼，伊着迄个群组啊，迄时阵伊是带好跳安住吼，即个即个人吼，即个神仙就讲哦，你这内底哦，你来阮遮宣传，毋过你有无煮即种问题吼，惊你无合法吼，都造成讲即个用英文用台语甲英文吼，即个学生吼有冲突啊吼，甲即个安住有冲突。尾仔咧，就因为我嘛，就是这代志实在是吼漏长吼。啊，有一摆伊就讲，即个学生就忍袂牢吼，就看即个安珠跳人讲伊安怎吼，伊嘛对咧讲吼，然后我有甲伊口劝，啊口劝，我就即件代志就无安怎啊，因为嘛无冤家吼，两个拢。因为拢毋是家己的代志啊，毋免做激动吼，拢做平静。啊，有一工我阁要宣传活动，奇怪咧，大部分别人遐吼，大部分拢无问题，就伫遐伊阁会跳出来讲啥物，有啥物禁止的词，我迄时阵无看甲足真少，心内就足气的，就第一时间就是冤枉即个人吼，即个学生用台语甲英文的即个学生讲哦，是毋是伊八长做伙，就无该安怎，就安尼讲的吼，甲安住即个议题讲的，我嘛无对伊无客气，我哪会安尼甲我锁起来？其实是毋是啦？是今仔误会有解说清楚吼，嘛是加载。我伫排群组看到伊搁伫咧宣传，宣传伊的代志，我就甲伊问当然伊看着讲哪有人安尼甲我冤枉，就伊就紧讲，而且嘛真巧吼，伊的想法嘛做活跳跳，伊就想讲有可能伊做啥物代志，伊袂讲拢我黑白讲吼，因为少年仔的思想是较有春秋的吼，伊就知影讲有可能是伊用一寡关键词吼，讲袂当讲一寡关键词。我当然是想无既然有即种代志吼。以后若拄着，就袂讲第一时间就讲有跳人锁起来，口做跳人锁起来，就袂安尼吼，做真事的。而且我若讲加试两届，我就知影讲有啊，我有愿意当讲话吼，敢若是这篇活动无法度尔。啊，毋过迄个时阵真正吼嘛无去问啊，就直接退出。群组就是生气啊！这当然嘛是我的欠点，就是有一寡代志吼，就袂煞我甲汪汪共款。伊真拢还袂讲煞，我就讲我知影，而且足激动的。甲伊误会，其实这代志嘛是我个性一个欠点啊，拢不爱听真少。这真正是无好。希望讲我会当为着这代志去家己改善吼，都毋免一直想讲，哎呀，你嘛是有讲，伊嘛是有做无好势啦，伊哪有害我家误会吼？伊用一寡关键词啊，安怎，其实嘛毋免即个角度，安尼即个角度就是搁变。家己拢对，别人拢毋对，搁惊洗翻头的路。其
其实毋免安尼，就是足侪现象，足侪故事。即个台语啊，愈来愈落行，有一阵人可能伊要刹即台车，即台车因为落行，伊就溜落，为落里溜落，像讲伫山顶山坡地，有一阵人安尼甲伊安尼定，安尼甲伊天条的，就是即种经验，即种故事。为着互我看到足侪人生的故事，毋是为着讲今仔几分，我若会使互迄台语100分偌济，我人生的成绩单就几分，无需要用即种角度来看。其实这就是看到一寡人生的故事，人会安怎想？安尼，这以后嘛是一种考验啦，就是讲，我若真正去写长老老的小说，毋是共款的问题。我明知影，即摆的人拢无爱看文字，台语嘛无爱，若做青疏的，我若阁犹原去写长老老的。搁用白话字，搁用台语来写小说，这就真正可能无可能有人会看。除了我一个人尔，毋过我心内搁足想要讲，我安尼做到底是自我的拖磨，也是讲有伊的意义。这当然就是变做我想要安尼做，毋过安尼做看起来就是无发展。安尼我就需要家己解释，互我心内有一个一个理由，变做其实这人生足侪代志拢是家己甲家己的问题。就是安尼啊。